我们也就记住了你，看了前途的彩图，越是家的兄我就就这人怎么也不易，越是家的兄我就这人怎么也不易。谢谢。咱们路口里住起了，现在都出的起那么，就几片的诺言，真是人怎么变人就几片的诺言，真是人怎么变人这民族全能的三呀，这花人冷啊，呀，这中华呀边，全能怎么变人不易？呀，这中华呀边，全能怎么变人不易？感谢送来的毛巾，谢谢。读一下666啊，要不然我们就担心了不让唱歌了，兄弟们。读一下666。送了的咱们别家怎么说的心目中里，那呀就咱们别说说，见过的人怎么见人不易。那眼睛看那别说说，见过的人怎么见人不易？现在也把说了都了咱们穷啊，现在革命了的比，我们有用的那，就能我这做了些，我们有用的那。就能我这做了些，我能拥有的那，就能我这做了些。抖音。